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，我去到深水埗食一間隱世小店，裏邊有一個好出色嘅阿華田西多士。請大家支持下我嘅頻道，YouTube 嘅朋友仔請按訂閱，小紅書嘅朋友仔請大家多多關注，多謝大家。喺今次介紹嘅小店，大家可以由深水埗地鐵站 A2 出口步行5分鐘左右就到㗎喇。餐廳嘅門口黏咗一啲明星嘅合照，而裏邊嘅裝修都幾光鮮，牆上亦都黏咗一啲食物嘅介紹，好似炸肉丸啊，同埋餃子等等。當然仲有今次介紹嘅西多士，佢裏邊有2個款式嘅喎，有士多啤梨同埋朱古力榛子。睇一個下午茶餐，價錢都唔算貴。畫面所見嘅就係阿華田西多士，見到啲粉好平均咁滲落去西多士度，切開嘅時候就見到有啲淡奶流咗出嚟，感覺上呢個西多士就冇咁熱氣。食第一啖嘅時候，當然要飲下啲朱古力榛子醬啦。嗰啲榛子醬食落去好重朱古力味，而且阿華田食落去感覺都唔覺得太甜。我又覺得非常之好食啦。另外，我仲打包咗個豬肉丸，呢個豬肉丸非常之新鮮，特別係飲落去呢啲甜酸醬度，十分之惹味。食第一口嘅時候，都覺得豬肉味好濃厚。呢一盒係有20粒嘅豬肉丸，其實係2份嘅份量嚟嘅，連埋個凍檸茶、西多士同埋2盒豬肉丸，我依次食咗115蚊。我喺另一次嘅下午茶餐就嗌咗呢個士多啤梨西多士，見到西多士面頭都有啲士多啤梨粉同埋有啲士多啤梨醬喺上高，一切落去同樣都會有啲淡奶滲出嚟，望落去嘅感覺都係冇咁熱氣嘅。而呢一個西多士食落去味道都幾特別，但係個味道就唔夠朱古力嗰個濃厚，而且西多士同埋士多啤梨相對就冇咁夾嘅味道，只可以講話係一試無妨。我仲打包咗啲餃子，啲餃子嘅份量都唔細，而且豬肉味一樣都係好濃郁。至於個瑞士雞翼我就唔推薦大家食啦，食到好大陣雪味，啲肉仲要悶悶地咁。總括而言，呢度啲餃子啊、肉丸啊同埋西多士都相當之唔錯，而且價錢都相當合理。大家嚟到深水埗，不妨去下呢一間小店食下呢幾樣嘢啊！今次嘅介紹係咁多，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見。